哪里？我走进泥马，踏过雪山，荡若永存。哦，紧紧地守护这神秘之胸中古堡与本古，似隐藏着末代向雄王的秘密。啊哈，向雄一直抱哭，目光辽过千年，心灵穿越万年。向雄远古的容颜，为何如此神奇？灵魂的秘密复活在这里，文明古国，传奇故事，唤醒了沉睡的一种记忆，寻找西藏，了解传统，离不开向雄文明的足迹。啊哈，向雄一直保护，今已跨越沧海，梦想飘过蓝天，向雄千年的秘密，也许有了答案。啊哈，向雄一直保护，今已跨越沧海，梦想飘过蓝天，向雄千年的秘密，也许有了答案，也许有了